早晨啊 Ray，我係 Michael。Michael 你好，好開心聽到你應該都係香港首個柏金遜症又可以做到磁波刀，希望可以 share 俾大家你今次成個磁波刀手術歷程，啲柏友可以多啲資料睇下。咁講個手術嘅好處就係無創手術，即係唔使開腦。微創都唔使做，因為微創咧就做呢個 DBS， 整條鐵線入去個腦裏邊，就刺激腦裏邊，去刺激腦部嗰啲。我呢個就冇嘅，用磁波都用一個磁力聚焦晒所有嘅熱力去腦裏邊咧，係刺激打死裏邊嗰啲壞細胞。佢有個網址你去抄嘅，抄出嚟之後咧掟俾大家，咁樣可以。嗰個功用就係利用個熱力殺死裏邊嗰啲壞細胞，然之後通翻個氣，令到嗰個神經線好咁解，完全唔使開刀。咁我想問一問你背景資料先啦，會係你今年幾多歲？你確診咗柏金遜幾多年咯？我應該係65歲中招嘅，今年71中招就係有6年到啦。2019年中招嘅，2019年到而家已經6年。係啦，我都係。咁其實你而家主要個症狀係令到你生活有咩不方便啊、困難？最麻煩就右手右腳，行路拖腳，同埋起身有困難，右手冇力。揸筷子揸唔到筷子倒去㗎，咁刷牙有問題啦，勉強做到副將都可以自理嘅，但係當躍起一個咧就好論盡，即係行路同埋瞓覺咧就僵硬，轉唔到身咧，右邊都唔肯轉，同埋好容易醒咗之後就好唔舒服，就想死嗰隻。6月23號咧就報咗名喺香港大學醫學院、深圳醫學院咧街症專科睇呢個精神內科，咁就我柏金遜，我話有冇得做手術？佢話身體檢查先合唔合資格。咁入院住咗1個禮拜，檢查啲血咧，抽咗10支血液去化驗、驗尿、驗嗰種功能啱。同埋最緊要睇你裏邊有冇做過手術，即係有冇啲鐵擺喺裏邊。咁我冇做過手術，裏邊又冇鐵器咁樣又 OK。經過一輪審查之後咧，照過呢個 MRI 等等嘅嘢就 OK。就可以做手術。10月23號入院，咁啊做咗5至6日嗰個身體檢查，話我合格。跟住咧就排期11月3號做呢個磁波刀手術。咁其實都幾快喎，喂！本來11月中嘅，咁我話有冇快啲？都要俾錢，我話不如早啲，遲啲做啦。咁我嘅教授咧叫李永傑教授咧，你上網查佢名都有佢知。香港屯門醫院咧都負責教佢香港啲醫生點樣用呢個磁波刀。點樣用法呢個儀器？佢負責我嘅做腦部手術，咁上網都有佢資料嘅，你哋可以查，都好快脆。跟住排咗快期，咁11月3號做咗，11月4號出院，咁就今日翻咗11月4號出院就翻咗香港已經。OK， 咁我想問咧，成個手術嗰個流程咧，大約要幾耐？我做個方法點樣嘅係？咁好簡單啫，我就11月3號做，朝頭早8點鐘推入呢個手術室，咁咪1個鐘頭之前咧就要做呢個預備手術，譬如剃光個頭，剃到乾乾淨淨嘅，2個醫生幫我剃頭，剃到乾乾淨淨。之前一日咧已經剃咗頭嘅，但係咧因為經過1晚之後頭髮生翻出嚟少少，都會剃光啲。點解咧？驚影響嗰啲熱力嘅射落個腦裏邊咧，光束咧遮住，所以佢為咗慎重起見咧，就再同我剃到一條毛都見唔到為止，即係就咁短得咁短。睇完之後戴頂好似皇冠嘅帽，嗰個皇冠帽咧就係冷卻啲熱力嘅，驚熱力過度，我哋冷卻嗰啲熱力，即係維持佢溫度咧大約40度至60度之間，咁射落個腦裏邊。做手術期間咧喺個 MRI 嘅手術咧又好嘈啦。但係做2個鐘頭咧，期間咧亦叫你舉個手，即係要做動作，舉個水杯溫隻右手，即係唔擰個手去舉起水杯，就唔好倒瀉水。跟住又叫你咧做一啲嘅指令，譬如話，請你由100減2係8係98，再減2係幾多？自己一路繼續一路減到0為止，0之後就-2、-4、-6、-8咁樣數啦，直至佢程序完咗之後咧，第2次又嚟做嘅時候又唔係減2係減3，90減3係97，97減3係幾多咧？94減3加1，減落就88減3係幾多？85咁一路做啦，分散你注意力，同埋你杯水右手你要舉住，大約2個鐘頭就好嘈吵嘅嗰個 MRI， 同埋嗰有啲嘢射落你嘅腦裏邊咧，你感覺到係好熱嘅咁樣。做2個鐘頭。有冇話痛或者其他嘅感覺？除咗熱之外，
冇痛嘅感覺，冇嘅，完全冇其他嘅感覺，係嘈吵嘅啫。MRI 嗰啲嘈吵聲就令到你好唔舒服，同影響到你嘅思維，影響到你計數嘅思維。同埋佢嗰個醫生有個醫生咧坐喺你隔離同你傾偈，即係驚你有事發生，驚你，因為唯一嘅危險咧，佢都講咗風險就係腦出血，因為射入去嘅時候咧，啲熱力令到裏邊啲液體膨脹，有機會腦出血。唯一嘅風險就腦出血，但係佢話做咁多手術未試過腦出血，未試過。唯一風險就腦出血，但係佢一路睇住你就冇腦出血，腦出血就係併發症。但係佢話咧，到現在為止未試過單案件試過腦出血嘅，未即係咁樣。即係大約2個鐘頭到啦，成個手術嘅過程會係手術過程2個鐘頭，預備手術咧就係1個鐘頭，即係總共3個鐘頭。OK， 咁佢做完之後個感覺會如何？即係啱啱做完之後個感覺會？做完之後，即係你做嘅時候已經做緊指令，右手喐得，即係右腳喐得，即係你平時食藥先至咁。嗰晚就唔俾你食藥，因為你食咗藥之後睇唔到個效果點，就嗰晚就唔俾你食藥噶啦。即係最慘你夜晚瞓覺前食埋嗰粒藥丸之後咧，就朝頭早唔准食藥丸，唔准食藥。就咁樣做手術噶啦，即係睇下個反應點，睇你喐唔喐得手，初期喐唔到，喐唔到咧，食完即係你睇下做完之後咁喐右手右腳得唔得？你感覺係點？咁我覺得咧就同舊時冇事之前冇乜分別，即係完全 OK 嘅，覺得就。因為之前你講過主要個問題係你右邊手腳唔靈活，拖腳瞓覺喐唔到係。瞓覺會扎醒，即係做完之後嗰晚係咪已經可以解決晒呢啲咁嘅病徵咧？嗰晚嗰啲病徵冇，做手術期間咧已經開始冇啦，已經一路喐緊右腳，可以喐得自然，你可以踢被右腳已經，好似踢唔到被嘅。即係瞓覺成個情況都好好啦，瞓得變咗會係瞓得好舒穩，好似個時冇病一樣。即係而家做咗3日啦，第3日啦，第3日啦，係啦，即係咁晏得走得食得瞓得屙得咁，好正常。而家右手托住手機傾唔係計得，舊時拖2下已經冇力，已經手震已經。咁呢3日你仲有冇食帕金遜嘅藥？藥唔好減住，叫你照食住先。下次睇醫生嘅時候先同你減藥。其實我食唔食都冇分別，譬如今朝都有食嗰隻帕金遜嗰隻再算多幫我。平時我而家咧食，譬如我8點鐘食，今朝我8點鐘食藥，食到10點半咧，就已經啲藥起一個咧就已經離散㗎啦。而家都冇事，即係2個半鐘頭之後咧，啲藥氣就過晒咧，就手又硬腳又硬㗎啦，就想食藥㗎啦。而家就冇。咁其實佢有冇同你講話即係幾時再復診會係1個月？咁個醫生會約我噶啦，約我時間佢話，即係加咗個微信之後咧，嗰個楊光華醫生咧會約我，不過係深圳醫生，識廣東話嘅，同我溝通。咁其實佢有冇再講話嗱？因為根據我睇網上邊咧，關於慈波都嘅資料咧，會係咁，其實嚟講咧都話有機會之後咧個症狀會多翻吓。咁你阿楊醫生嗰啲有冇講話，即係之後可以維持幾耐，或者之後仲需唔需要做 DBS 咧？會係佢話呢種做法咧係最新嘅醫學技術，究竟有冇反彈咧都未知道。佢正常嚟講咧，你病情會惡化，惡化嘅話咧都就要你做 DBS 咧都一路調整嘅 ，DBS 都會因為生活一路即係要調教個 DBS 嗰個心，即係嗰部機嘅。咁你做完之後，你將啲壞細胞死咗啫。但係新嘅胃細胞會出現噶嘛？係新嘅胃細胞出現，視乎你個人幾時出現胃細胞，冇人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嘅啫。到時就胃細胞出現再做咯。佢話可以再做，因為呢個微創手術嚟講，再做。明白。就話擔心會唔會話，可能做完呢一個，跟住之後又要做 DBS 咧？唔會，佢話唔會，佢冇講，即係我就係佢話咧，你出現咗我右手邊咧。我就講落一樣嘢，就講做呢個磁波刀手術做一邊嘅啫，右手右腳。如果你4邊都有咧，就唔適宜做磁波刀嘅。譬如你右手又有，左手又有咧，磁波刀就做一邊嘅啫，即係負責一邊，做一邊嘅啫。如果你兩邊都有，又唔適宜做啲磁波刀嘅，要做呢個 DBS。明，咁你係微創，其實已經爭好遠咯，係爭好遠。佢最好就唔好做微創，因為做咗微創，但係有啲咩新手術咧，譬如幹細胞手術咧，你做唔到嘅，冇。